贺岁，热闹团圆。恭喜恭喜！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新年快乐！贺新年！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大年年年，爆竹声声吹得响又远。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大年年年，岁月悠悠，光阴如箭。回首往事如烟，共度心酸，希望从今万事如愿。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大年年年，愿大家都过得嗨一点。欢迎收看中式除夕特别节目《万马奔腾庆团圆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Janet。好 ，Janet，今天也想要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跟杨凡哥真的是还蛮开心的。啊，那就我主持就好了。可以加人吗？可以加我们一起呀。哎，小姐还没介绍你，以前欢迎曾志伟。大家好，我是曾志伟，掌声鼓励。伟哥，对，先恭喜大家新春快乐啊！哎，要不要祝大家白吃白喝啊？白吃白喝，也可以啊，热醉夜醉。那个未必全部都了解。哎呦，都是台湾人嘛，我看。对呀，目前在我们国内，目前票房最好的，这些有张飞啊、秦风啊、李敏兰啊，然后每个人坐下来就哎干嘛？导演在那边倒茶，旁边那个李敏兰倒茶，倒到就是大小牌子往下叫就。哎，我上倒茶，说这名字这么怪，捧茶那么简单呢？还有，我说他的这样子长成这样子。哎呦，真是！曾大哥是说你长成这样子为什么会红？其实曾大哥不瞒你说，捧恰恰走的就是你的路线。这你们说在主节目不要讲真话吗？你的脚太真了。哎，我好像不用动哦，我完全踢不到。其实呢，曾大哥最适合主持的是元宵。你做一段。不可怜，不可怜，不可怜。国际巨星，请得到您的。对。哎，可是你们这样也不能这样。曾大哥虽然是大哥，可是我们还有别人啊，你不能只讲一个曾志伟的名字啊。对，哎，对啊，杨满，杨婆婆杨，没有，我的意思前面还是要加曾志伟，好不好？哦，完了以后也要把我加进去。好，大家都加你。曾志伟杨婆婆，曾志伟杨婆婆。对，还有钱呢，这不可怜，还有倒到嘴巴，还有波比。你到底要念几个？没有，王文兴没有念啊，那温岚不是人呐。两个来，特别节目就做啊，你们一起来嘛，全部都要念出来啊，全部哦，金佩珊通通来啊，要一起吗？一起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预备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掌声鼓励。我听的几乎把全部的名字都念出来了，真的听得出来，完整，那个字幕跑得好快，真的跑得非常的快。其实你们三个的组合是完美，哎，真的分不出谁比较丑。不是，来，这，整形前，整形后，毁容。所以就是要比丑就对了。因为曾大哥真的20年没有来到台湾这个主持节目，是。其实看的捧恰恰或是认识我们，其实很多都不认识。其实包括刚刚说许孝顺哥也没那么熟，可是顺哥是多变的一个人。他最厉害是他那一张脸。
不要这样子，我已经整过了。还这样子啊？有一句就是so ugly that it's cute。哇，就是太丑了还是会可爱，丑到可爱了。啊，丑到可爱了。不过他可以有桂林席啊，我讲话客气一点。我觉得你骂好几个人哦。大哥来对不对？来，相思线就有。真的要这样，过年前要这样子啊。想变图线对。你的掌声啊，哇，优秀！你们今天主要来是我们的舞台上面就有将近10个人，我有演，都有演，怀秋，哦，都有演了，麻衣没有演。那既然这么多人在这里演出，都有参与演出，所以说也不用再看了哦。有 VCR， 今天有 VCR， 你差不多了。什么男朋友？怎么会有男朋友？我们这节目还是非常的欣赏我们中视为您准备的万马奔腾庆团圆。听说这个带动起来是郑秀文小姐 ，Sammy， 对，电音现场就，怎么可以这样逼我？走出来就是了。这样。我以前拿冠军也是跳这个，大家一起来试一下好了。跟大哥一起跳。5、6、7、8。要的，龚康老师，各位看。好，就是1、2抽筋3，抽筋，想要这样抽筋。你突然就好像要快中风的感觉。因为我看很多的 dancer 都这样跳，表情一定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先跳一次，来5、6、7 M。没有历史，哪有你呀？这是什么时代啊？不时代啊！人人拢在拼事业，人人拢赚大钱，100年前的大条件。像，那当我阿谁的人？啊？哎，会不会你这样老？14是14。该讲讲然后有18万个人来到路上去看他。其实我不太知道，我是霹雳主角大汇集，撼动人心好声音。纵然是千古不断，天地无忧，一生只那难过流红。红通武林，行通万高，恐怖。这个就是布袋戏，今天。哇，我一听你就知道好犀利啊！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。是啊。今仔日不是你死，就是你懵。是你死的我懵，有人讲你死过你懵哦。就说别人嘛了。他们要带来一些布袋戏的歌曲。对，跟布袋戏的玩偶做一个结合的表演。好怀念哦！等不及，马上要记得，对呀。好，有请，马上欣赏2位。是唱出这条歌，为什么你只是爱听这条歌？何必问我伫咧较有安怎，总是靠出来心情较快活，阮人生会有大。
哎，怎么那么巧啊？对啊，他们有5位，我们这边有5位，好像修拍哦，准备要打起来了。对啊，我们可以靠近他吗？哎，可以，他不会咬我们。不，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什么音乐？哎呦，很像不敢接近的样子。对呀，这是真人吗？真人，这个跟木偶一模一样哎。哎，他发质还不错哦。啊，已经有护发过了。有，我有保养。其实今天那个黄文兴跟那个秀兰玛雅都有很多的布袋戏的歌嘛。是。那接下来听说你跟5位也有一种组合是吧？对，有一段的表演这样。大概什么样的类型这样？就是歌唱，然后他们在旁边就是在那边耍刀，然然后耍剑的。哦，耍哦，所以我们不用等3个小时。他们也有排步的。所以你唱你的，他们耍玩他们。好，那这一段我们就取消掉好了。带来什么歌曲？带来主曲，这个《寰宇传说》加这个《枭雄天下》。哎，好听的歌，一起来欣赏一下，来。困走，天地百好，无比苍穹。这心天日过也西风，雷电也公安天不动。总一人离婚，刻印在点口，终年有路。哪怕风花烟烧江山，你我不顾。终年是这个不断，天地无忧。一生一大难都有风，在下团岁英雄。谢谢你们哇，搭配的演出好可爱哦！对呀，好可爱，你的表情。因为其实这个比较 Q 版的网友，他其实一开始是霹雳的周边商品啊，周边一开始出是出那种 Q 版的公仔，公仔对，就在这出起来的，对，就是头会可能会这样子动的那种，说那么可爱，对呀，超可爱的。对，然后后面才演变说，哎，把那么集思广益成用成在现实当中像一个人就是 cosplay 这样，好可爱哟。哎呦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真的太可爱！我觉得很多小朋友看他们真的是会想过来，疯掉了，对，一定会想要过去跟他们拍照。对，而且还有，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，我们在这么近距离就看到还有 cosplay 的，然后也看到那个布偶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想要近距离来看他们，去看他们。对，到底要怎么去哪里看啊？啊，我听说在那个华山那边有一个展览，而且他们还会表演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建议，如果想要来去更了解他们，就像我们这样近距离看的话，到华山就可以看得到。超偶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。那我们先谢谢这5、6、7位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先谢谢你们，谢谢你，好可爱。慢慢走哦，慢慢走。对。因为曾大哥接下来想要跟你介绍，真的从以前到现在，那两双手是被安娜操弄那里布偶，对呀。哦，操偶员，珍贵的手。对，那些操偶师很厉害哦，很厉害。我以前有看电视的时候，我有想过我能不能做，但是我就想，我的手指那么短，算了。
对，应该是有一点难。哎，你可以，我可以，我还可以。快多长？哎呦，可是他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场好像小馆？朋友的手。怎么会超那么多？怎么差那么多？哇！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超偶师，来欢迎。欢迎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你好。啊，三位主持人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要不要操作一下给我们看一下？大概就是半神半圣亦半仙，转有转道十转现，脑中金书中万贯，加嘛文武半边天，在下情仰别人所罕见。哎呀！哦，水。所以讲，不一定讲王力的声，伊昂啊拢会叮当就对了。对。啊，那我来讲，伊敢会使配合？啊，你讲看卖啊，我讲看卖。啊，形象就搞过的。啊，形象一定过。对，因为他小声。哎呦，小声。讲到咱人在世间啊，这好像味道不大对呢。角色要换，他比较小声，就是要柔一点。柔一点。对。哎，我来。讲到咱人在世间，身体好歹头一层，家庭阿妹爱圆圆，一定爱看咱中式望下奔腾庆团圆呐。对，有那个味道了。演得好，演得好。对。我很想，你能不能用广东话讲？我讲他听不懂啊。哎，他可以，他演得出来，也可以，广东话也可以啊，还可以。哎呀，高。曾大哥，不要讲我讲什么他都听不懂。哎呀，好，我來啦啊！我來。好，今日難得嚟到呢度同大家相處見面，哇！大家一身打扮就知道我係非同小可。首先喺度同大家拜一個新年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。多謝。嗨。哎呦，厲害！好靈活。他都聽不懂。英文也可以嗎？所以說他會甩頭啊，我聽不懂。我說英文可以嗎？英文可以嗎？英文也可以啊。英文也可以。哎，對。隨便嗎？廣東話還有接近一點點國語。哦，英文的我怕他真的聽不懂。好，來。好，準備。好，來開始。Hello, everybody, and welcome to our wonderful show today. Today we are here and we're celebrating a wonderful New Year. We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horse year this year. Happy New Year. 哎，很像哦，真的很像哦。没有，他还会摇头哎，最后一个摇头了。听到哦，我头发疼。对，我头颅。主持人有没有想要尝试看看？这个要勾里面那个夹到手啊！哦 ，OK。哦，对不起。我觉得站在这边有一点危险呢。向观众来个，很像在做恭喜啊！恭喜大家，恭喜发财！不错，手有摆在一起，像不像三分样？刚刚听到那个黄文兴唱歌，那秀兰玛雅今天也有要安排歌曲啊，对，也跟布袋戏有关系的。对，我就是看了这首歌的这一支，非常的感动。是，因为灰熊鹿的老把赛 ，OK， 在这首灰熊鹿非常女，非常好听的灰熊鹿来。哦，有趣。